看新北市的前市长朱立伦，伫选战危急的关头，来接下着艰难的任务，担任韩国瑜全国竞选总部的主委。伊今仔日伫台北市行透透，帮8位国民党的立委候选人加油鼓舞。朱立伦讲，伊会伫上短时间内，甲全国79个总统甲立委的联合竞选总部连接起来，嘛会针对民进党最近攻击的选区，甲候选人讨论，看续落来要安怎来合作。李华共选。那是带头换口号竞选总部主委朱立伦，佮甲国民党支持者咧送祝贺。才将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的选战辩护。朱立伦12规工是安排8个行程，非常无用，伫台北市行透透，要帮8个立委候选人加油。立委的选区跟总统的选区都是联合竞选的。那我们这个全国联合训练总部当然希望跟各地的各区域立委的竞选总部能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我一定会用尽快的速度让79个区域立委的竞选总部跟全国的竞选总部连结在一起。强调各地立委选情无同，朱立伦希望会当有关受困的战区，而且互较疏密的所在，嘛会当提高选情。每一个选区都有它的策略，民进党非常集中在攻击的几个选区，我们都会跟这些立委候选人来讨论一下，到底接下来我们进总这边怎么样跟大家一起来合作。朱立伦前一天才讲800几趟立委有10个决战区，马英九12来到内湖，帮家己立委李彦秀扫过邮票。大选接将进入最后关头，并甲必争之地国会释出，国民党天龙拢出动，希望甲家己的人气会当加持伫那样立委候选人的身上。